多年啊，现在임시人无论我身边，要임시人所做的工课啊，就由你来做。回良金毛体所向无敌。你较好啊！我咧讲话你想咧听无啊？我讲当你使，听得真清楚。有听着就好。即嘛임시人的任务来咯，赶紧来去找呀！找你的头啦水，임시人的工作由你来做。真紧就任务咯，我也要死得回良金毛体。你娘较好呢？你上当你敢知？什么任务快讲！等一下啊，咱来去学这个红彩人的梦。用回良金毛体拍破就可以了。喂，你的武功已经被人毁掉啊！你无回良金毛体咯？上讲的回良金毛体，回良金毛体非常的厉害。我看无上到精神病小小姐的名字呢，大气条安尼破做伙。